花莲马太安溪做大水，已经造成16个人死亡，搜救人员继续深入灾区，陆续有灾民来控诉根本就无通知爱撤离。马太安溪的邦山湖积水溢出来了后，目前水量已经降到剩1100万吨，不过也是继续维持伫红色警戒。国内脚踏车大抢期待集团伫美国和海关质疑有强迫劳动，所以将所有台湾制造的产品拢总扣留起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尊。咱今日新闻头期先继续来关心到，这花莲马太安溪做大水，已经造成16个人死亡。搜救人员是继续咧深入灾区，针对着这件灾害，有陆续灾民就出来控诉讲，根本就无事先通知爱撤离，甚至即马伫咧网络有人已经讲要来成立自救会。因那花莲地检署也已经分案要来调查，看敢有人为的疏失。慢慢坐着，然后慢慢脚去。搜救人员爬上病仔顶，把老阿母救落来，门户烂土塌掉咧，调3天了后才互救落来。囡仔扑掉咧，把老大人挨出来，搜救人员把灾民救出来。尽量走你的右手边。灾区拢是烂土，开车是真无方便，真侪所在只好用行的。别动哦，还有没有其他人？甲铁厝厝顶切开，听到囡仔声音，一度下落不明的6岁查某囡仔小琪失联超过1天，日时顺利找到，不过刚带斗阵的亲人不幸罹难。等一下，你们没有灯，等下会受伤。马太安溪又流出来，中山花莲公学乡灾后第3天，最关市派出人员出动搜救狗、空袭机支援灾区救援，已经找出失联民众。从建模去了解说这个整个地形、地物是什么情形，可以判断我要从哪一个捷径进入会比较好。把小鸡救出来，搜救单位就是用空袭机建模规划抢救路线，日时一大救灾重点是锁定福州街，对上空来探查发现，当地真侪厝已完浸伫土沙内底。另外，伫继续救援的同时，小鸡阿姨也来过现场，亲身感谢。也毋过讲到一半后天，讲无收到撤离的通知。投土机那边就是因为都没有撤村，所以才会那么多人罹难。乡公所的人跟这个县府的人都没有来撤村，他们应该没有强制撤村，因为我有问我妹，他们说他们没有听到说要撤村。请所有的网友不要再骂我们了。我们不是不走，我们是没有被通知到。那你的手机都没有任何的那个警讯吗？对，怪手在帮特搜队清一条道路。当机海往落去，搜救人员掠水入去救出来一个老大人，已经无开啊。水灾造成侪人死伤。根据花莲县检警协调所统计，罪名罹难者大部分是老大人。连续有灾民讲拢无撤离的通知，也无即个简讯的警示。俊社群也有人讲，家己是罹难者家属，准备要成立自救会。军检方也分案调查对敢撤到撤离，每一个款式是毋是有牵涉人为的疏失。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今仔日亲身去到花莲来关心救灾状况，因为花莲县长市政委人伫咧县府开救灾会议，行袂开卡。赖清德是打电话予市政委来表达支持，也讲到已经授权国军去倒清理人家厝，因为安置灾民、住饭店、旅馆这费用，嘛由政府来支出。囡仔一浸到温水的面汤内底，就欢喜笑咯。因为灾区环境无好，伊已经2天无洗身躯咯。是比之前还要开心，比较不好睡。对啊，就睡醒醒。民间洗身躯的要调资啊，拢有。为伫花莲公学乡教会安置所，除了倒3工烧水，优先提供予6岁以下婴幼儿洗身躯。礼拜堂内底更加有医疗团队进驻，倒3工看诊，除了一个医师、一个药剂师，要3、4个护理师。内底更加有家己就是公学乡的受灾户。在发生事情的当下，自己也还在上班。很想当下就是跟主管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想回家一趟，只是非常害怕，因为光复几乎都是长辈跟小孩。我想用我的专业，然后尽一点心力照顾他们，然后大家一起修复这个家园。就昨天就进驻，那知道他们很多是因为长者有拿慢性病处方，有一些被这个逃难的过程里面伤到的伤口，我们就做处理。我们现在也在招聚这些心理咨商跟精神科医疗的团队。
迎来总统李国也赶赴花莲前进指挥所听取救灾报告，不过由于花莲县长徐正伟人伫调开关府的救灾会议，所以无法度到现场。赖总统当场敲电话话讲加油哦，讲中央的大力支持救灾。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第3天，总统赖清德除了视察灾区之外，也来到马太安长老教会，要看看民众安置的情况，更带来好消息。我有要求国防部，国防部顾立雄部长也支持，只要民众愿意。国军可以进入屋内协助大家搬离大件的家具，也可以做清理的工作。如果住在这里的父老乡亲认为这边不方便，生活不方便，那你们可以去找民宿、找旅馆去住在那里，钱由中央来付。总统讲救灾亲像作战，除了加速恢复灾民的家园，期间的等待甲安置，赖总统更加祭拜强调中央的负起责任。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马太安溪崩山湖这积水溢出来了后，根据着农业部的观测甲分析，研判这水量是已经降到剩1100万吨，规模大缩小。不过继续维持伫咧红色警戒，因为这土山有可能悠过的雨水冲落来，就要密切来监控。另外，目前伫咱台湾除了这花莲的马太安溪以外，还佫有新竹的太公溪，去年11月伫空对风台扫过了后，有形成一个崩山湖。因为这积水有稳定咧流出来，评估是袂去影响到水尾的安全，总是咱也得继续来监控，提悬警觉。农业部2号早起出动国家航遥测飞机来协助花莲崩山湖情况，经由这个协调相片所显现的影像，分析出黄线所在是原来崩山湖的湖边范围，红线部分是即阵崩山湖湖边的范围是明显缩小。想知道那个堰塞湖的这个它溢体之后的现况，然后以及下游的整个河道的变化，以及下游的这些受灾地区它的这个灾损的情形，这些地方都有去拍。将重要任务是由林保署的遥测分数执行，遥测飞机会使进行地面解析度15公分的翕相。根据分数提供的资料，甲23比起来，崩山湖跳水量是9100万吨，25跳水量降到1100万吨，水位是1026公尺，降113公尺。一流出来跳水量加剩12%，继续维持红色的警戒。由崩山湖一流出来造成重大灾情，农业部即阵全力监控的，除了马太安以外，也有去年空瑞风台形成的新竹太公溪崩山湖。会有堰塞湖，就是有山崩、有土石流，才会有堰塞湖嘛。水位降低了，就好像你脸盆破掉了里面已经快没水了，就是那个危险性就降低非常多没有水就没有动力了嘛。专家分析，崩山湖一旦一流出来，水量大减少了后，威胁性增高降低。另外，伫云林古溪，因为丹那西风台造成土石崩落形成的崩山湖草岭潭，一度警示有马上危险，杨国美伊自然家己一流出来了后，已经解除警报，恢复自然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脚踏车大厂期待集团和美国海关指期讲，伫咧台湾的工厂这工作条件歹，也佫有剥削、强迫劳动等等违法的行为，所以是将所有台湾制造的脚踏车佫有相关的零件产品全部拢扣留起来。基达集团是发出声明来表会讲，因已经有咧改善劳动环境，加强沟通甲稽查。咱的劳动部嘛表示讲，会来斗争取撤销减扣令。但市场的买气还没有回温，现在所谓的艰困产业，因为美国对顶关税冲击，脚踏车大厂巨大集团9月初才家己笑讲是艰难的产业，即摆煞面临更加大的危机。美国海关加边境保护局 CBP 二是针对集团所销的脚踏车甲零组件发布减扣令，禁止相关产品进口美国市场。也是非常压抑，因为自始至终，其实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来自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就 CBP 这个单位，他有做任何正式的这个访问。从今年1月开始，所有新聘外籍劳工的这些招聘中介跟政府相关手续的一些处理费用，都是由这个巨大公司来全权负责。巨大集团法院网表示，目前已经甲美国当地律师联络，会赶紧提出申诉，争取撤销减扣令，而且目前影响范围是台湾制造厂输往美国的产品，初步估计影响合并营收超过4%至5%。
故。而且 CBP 公布资讯，目前美国当局是怀疑巨大台湾厂牵涉到强迫劳动，佮依照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确认5项强迫劳动指标，包括滥用弱势处境、工作甲生活条件无好、债务索罚、扣留工资甲超时工作。强迫劳动的禁止，它是全世界皆然的，用强暴、胁迫、拘禁或其他非法的方法来强制劳工从事劳动。你只要去威胁到他，跟他讲，你如果今天不加班的话，明天你开始就不用来了。那其实这个就已经该当这个强迫劳动。对这件代志，经济部部的署讲会甲劳动部合作，协助解决巨大可能牵涉到的强迫劳动议题。伊伫 CBP 赶紧撤销禁扣令，劳动部是表示会协同地方政府入厂去了解，佮积极协助提出改善的方案。不过因为受到国际风暴影响，巨大股价2股开盘捌跳空大落，盘中上价捌到91块半，落价幅度将近9%，市场持续伫看后续的影响。记者采访报道。财政部关务署公布调查结果，认定中国的米鹭有倾销来台湾的事实，所以要减扣倾销税。这代理商随着宣布讲，10月开始要转换产品的产地，也会来调整包装甲介绍。因咱台湾的吉酒商协会就表示讲，要放过任何无公平的倾销行为，咱国产的米鹭嘛要来拼俗价。台湾吉酒商协会进前捌向财政部关务署申请对中国米鹭的反倾销调查。财政部20日公布调查的结果，确认相关厂商有倾销的行为，会扣反倾销税。台湾吉酒商协会表示讲，国产的米鹭唔惊国际市场的挑战和竞争，嘛袂向违反 WTO 规定的价格倾销行为来妥协。你有这样子的不公平的这些倾销，所以造成其他的业者没有办法跟你对抗。如果你破坏了秩序，你让整个的这个消费市场全部都是你的啤酒的时候，那对其他的厂商其实都是非常的不公平。和财政部扣反倾销税的厂商和出口商，包括百威雪丁米鹭有限公司和百威东南销售有限公司等4间，拢会互扣31.30%的反倾销税。麒麟米鹭珠海有限公司扣19.13%的反倾销税，其他制造商也是出口商是扣51.94%。如果大概在5%到10%之内我相信我们也会自己来吸收了那如果超过到这个25%、30%，我们也不得不反映在我们的售价上面。到底财政部公布反倾销调查了后，南联国际贸易公司宣布讲，对10月初1开始，以原厂生产政策的调整，产品需要刷去越南、韩国和墨西哥来做生产，因为生产成本的变化和运输成本增加，只好调起尾端的售价。调价商品有百威金樽和雪山加米鹭。海外的啤酒市场能够陆陆续续迁厂回到台湾，让台湾呢能够有更多，让整个市场的啤酒价格能够重新的调整，让台湾产的这些啤酒可以有更多在这个市场上面竞争的机会。根据台湾吉酒商协会的统计，中国籍米鹭在台湾的市占率起到39%，台湾米鹭在台湾的市占率降到36%，和中国超过。希望会当借扣反倾销税，恢复米鹭市场原本的特殊。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美国德州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大楼，有人走去开枪，致使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这个嫌犯也已经行地路死亡。警方伫咧现场就找到证据，顶头有印反对这个移民执法单位的文字。总统川普就批评讲，这是左派民主党将因遮的执法人员妖魔化，唔才会引发这款的事故。达拉斯警方24日早起6点40分接到报案的电话，讲移民甲海关执法局 ICE 所在地传出连续几条声枪声，要求派员去协助。一个枪手藏伫附近建筑厝顶，对移民执法局的办公室甲停靠伫出入通路的箱仔车开枪扫射，车顶有3个拘留者不幸受枪，最后1个人不治死亡。联邦调查局官员是讲，伫现场有找到写反 ICE 人员的枪支，这好亲像是一件专门针对移民执法局的枪击案。I can confirm at this time that the FBI is investigating this incident as an act of targeted violence. It is unfortunately just the most recent example we've seen of targeted violence. ICE 代理局长李昂对媒体表示，枪手是住伫达拉斯郊区的一个29岁查甫人亚恩，伊当场举枪自杀死亡。伊的选民登记资料显示是独立选民，最近一届投票记录是2024年的大选。伊伫2016年捌犯过甲大麻有关的案件。社区的厝边看到大庭广众进行敲锤拢正意外，嘛对目前的社会气氛感觉悲哀。It's just shocking to me that,
country's come to this point where we can't even talk, we can't share our opinions and ideas without risking being shot or something. 美国两党议员拢出来谴责这件枪击。德州共和党籍州长艾伯特大文讲，逮捕加禁遣返非法移民的工作未延误会照常进行。川普是大文把箭头指向极左派民主党，讲因把执法人员当作妖魔，要求剔除 ICE， 搁把 ICE 批论做纳粹，唔再引起这种的攻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换来关心以哈战争继续的炭烧，以色列的总理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触发战争，佮针对着最近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些西方国家成立巴勒斯坦国这件代志来表达谴责。因过伫咧机场外口，受真侪民众伫遐咧抗议，呼吁爱赶紧对加沙停火，救出人质才对。真侪民众卡罗帕果也漂浮大声喊口号，因伫特拉维夫附近的班古里昂机场外口，对这位出发到美国纽约的总理纳坦雅胡来表达不满。以色列示威民众一直以来一直重复诉求是加沙停火，甲人质救回来。不过以色列伫加沙战火无因此停落来，反倒等一直伫升级。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敢若是24一天，整个加沙就至少85人因为攻击而死亡，死亡人数是前一天的2倍。والمساعدات شبابنا كلهم حيموتوا بنحزمة المساعدات مصايد الموت اللي بفهم وبولادك على المساعدات。不过，尽管世界各国领袖伫联合国大会上继续呼吁停火，英国、法国、加拿大这西方国家也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不过，纳坦雅胡伫出发要去纽约进前，原是严厉来批评。אני אוקיע את אותם מנהיגים שבמקום להוקיע את הרוצחים, האנסים, שורפי הילדים, רוצים לתת להם מדינה בלב ארץ ישראל. זה לא יקרה. 原来世界上援助加沙行动无停落来，其中有51只大小只船只，44个民间志愿者加入全球建议船队，因载食物、囡仔的配方牛奶，也有医疗物资甲饮用水，继续航向加沙。进前伫突尼西亚拄到海上攻击所了后，2时因搁伫希腊外海国际水域顶面遭到大约15只无人机伫暗时袭击。We know that this is a scare tactic, aiming to scare us who are standing in solidarity with Palestine, and that is not going to work on us because we know what we are up against. 进前以色列就一再表示无允准这支军队到加沙，并且讲军队是由哈马斯组织的。以色列也呼吁军队，若真正毋是为哈马斯服务，那呢就甲物资再到伊国南部城市阿什克隆去下回，互以色列负责甲这物资送去。也来2时海上攻击，除了无线电干扰这信号，要持续3点钟的震撼大，也有互人皮肤会长的这个粉，造成部分船只受损。Ricordiamo che questa è una missione umanitaria non violenta e condanniamo fortemente qualunque atto di violenza o attacco sopra la Global Summit Flotilla. 为了保护家己的公民，意大利甲西班牙2时分别宣布会派出多用途的护卫舰甲配备所有必要资源的巡防舰来保护并且协助军队到加沙的行程。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也伫联合国大会上要求各方遵守国际法，尊重公民伫地中海安全航行的权利。公视新闻王路梅编译。哥伦比亚传出矿场放弃的意外，有23个工人受困伫咧80公尺深的所在，超过48点钟。好在这通风系统也搁伫咧运作，外口也透过光线送物资入去。经过抢救，或者23个人拢总平安倒转来。炭坑啊放弃，搁会当防救出来，这工人甲电后车各个亲人揽条条，一个刷一个的亲人起来相揽。现场充满欢喜的呼声甲哭声，规家伙会当团圆，互在场的家属欢喜甲哭出来。哥伦比亚北部安第奥基亚省塞戈维亚市的拉雷利基亚金矿区，日传出炭坑因为地下严重结构未堪的压力所崩塌，23工人所掉伫地下80公尺。救援单位展开救援的同时，嘛透过地下光线运送食物、饮用水甲散扫设备，好在炭坑的通风系统事故期间完了维持运作。防救出来的工人表示，当时掉伫内底时阵，互相鼓励加油，减少不安的情绪。Ahí entre los compañeros, mutuamente pues hablar entre todos para no acoplarnos allá y no psicosearnos por el digamos por el encierro que estamos allá. Como había comunicación, entonces eso nos dio mucha tranquilidad porque sabíamos que estaban trabajando, nos enviaron comidita
entonces estuvo bien todo。 调伫内底工人透过电话甲外界保持联络，救援小组也因为安尼，佫较会当掌握细节甲进度。伫持续救援48点钟后，总算甲23工人拢救出来。工人一个一个转来到地面的时阵，大家甲当作英雄的欢迎。塞戈维亚市长表示，工人加速真冷静佮团结，互救援工作佫较顺利。Se realizó la extracción exitosa de los 23 mineros, en donde se logra a través de un trabajo articulado, un trabajo organizado, superar la emergencia y poner fin a la misma. 哥伦比亚的矿灾事件真多，死亡事件大部分是发生伫无牌照的矿场。根据统计，去年死伫矿灾的人数达到114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